这是咱来读今日的圣经节。今日的圣经节是伫咧马可福音第11章第15节到26节。伫咧台语的汉语本的圣经是伫咧后壁是新约第54页。这是咱看是要看头前的老样片，还是看咱手头的圣经？咱同齐来读。因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入殿，就赶出殿内买卖的人、车倒换钱的人的桌，甲卖钱仔的人的椅，煞毋准人带器具对殿里经过。搁假是因讲，敢无记载讲，我的厝要称做万邦祈祷的厝吗？若是你互伊做柴树，这个做石头，甲经学士听见，就找看通怎样来灭伊，因为惊伊是正人，拢奇怪伊的教示。伫下昏，耶稣出城去，早起时，因对遐经过，就看见迄丛无花果树，根基拢孤打去。彼得记得，就甲伊讲：拉比，你看，你所救助的无花果树已经打去。耶稣应讲：恁着信上帝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既若甲即个山讲煞去，迄地海里，心内无犹豫，独独信伊所讲的的确诚，就要甲伊诚。所以我甲恁讲，既若你所祈祷来求的，就信是已经得到，就要甲恁诚。既若恁徛地祈祷的时，想到有人得罪你啥物，就赦免伊，互伊伫天里的爸也赦免你的过失。恁若无了赦人，恁伫天里的爸也无了赦恁的过失。以上是今日的圣经节，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都照伊的话来行的人。今日咱的圣经节第26节是无记载伫咱的台语汉语本的圣经内面。这是咱要来请詹牧师来为咱分享正道。今日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洁净你的圣殿。咱请詹牧师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所读的圣经吼，耶稣伫要受难周的前一礼拜，进入到耶路撒冷去。到耶路撒冷，徛着迄个驴啊，吼小驴驹啊，行到耶路撒冷，行到圣殿。结果伊看到圣殿，心内真忧伤，因为圣殿充满做买卖。所以耶稣讲，伫马可福音讲，我的殿要称作万国祈祷的殿。伫马太福音记载讲，耶稣讲，我的殿要称作祈祷的殿。所以马可福音进一步讲，我的殿毋是干那耶路撒冷的人伫遮祈祷的所在尔，是要万国。万族万民所要来到这个所在，祈祷的所在。因为咱后部教会即间叫做啥物会啊？如果你若叫做礼拜堂，是一个建筑物尔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！但是如果即个后部教会即个所在，咱坐伫遮，如果咱若称作祈祷的殿咧。毋是咱遮的人来遮祈祷尔，有一天嘛要成做万国祈祷的殿，你有相信无？
当你若信，拄啊，伫咱的经文有讲着，你若有信，祈祷的时将即座山刷到迄座山，因为你的信嘛要成，你有信无？咱拄啊伫遮开会祈祷的时，我用马太福音18章20节祈祷讲，若有两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，站伫咱的中间，我就伫恁的中间。耶稣讲的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有信无？耶稣站伫咱的中间，有欢喜无？所以爱知，然后爱信。啊，咱的爸上帝一只坐着做王，你有信无？啊，搁咱的圣神伫咱的中间，你啊教示咱、引带咱、帮助咱，所以你一只咱的上帝祈祷，圣神要帮助咱，互咱的祈祷会成，你有相信无？所以天国的货币是啥物货啊？就是信。就信，所以今仔日哥林多保罗先生伫哥林多讲啥？咱的身躯是圣神的殿，圣神要住伫咱内面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都是圣神的殿，圣神要住伫咱内面。所以当你有迄个观念的时，你就知影讲，照着保罗所讲，咱即个邪气有宝贝住伫咱的心内，要显出上帝莫大的能力来。邪气伊有法度做任何代志无？咱去研究看吼，研究有足侪迄个盘啦、碗啦，啊个真水的花杆啦，迄拢要做啥物货啊？器具对毋对？但是当咱研究要遮个吼，遮碗盘转来要食饭的时，伊就要安怎？要缀咱所煮的菜饭，互咱食，对毋对？所以邪气需要有物件缀伫伊内面，才发生功用，对无？啊，无囥遐看了呢。兄弟姊妹，你还知你嘛是邪气，我嘛是邪气，但是有宝贝要住伫咱内面，要显出上帝莫大的能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罗马书11章讲，万项面拢是对伊开始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搁爱挖靠伊，最后要归伫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啥物拢无呢？我常常人俩来找我讲，牧师你甲我帮忙好无？我拢会甲伊讲，实在我无法度帮助你，但是要靠着住伫我内面的，就是圣爸、圣子、圣神，伊听咱的祈祷，互你的问题通得到解决。所以我无法度，因为我只不过是下去，毋过我有做一项代志，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。你若常常伫我内面，我的话嘛常常伫你的内面。所以你若所愿意的，我祈求，我就要你成就。所以今仔咱头一项事要来想，兄弟姊妹，咱观念有啊，对毋对？咱来洁净咱内面的垃圾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伊需要咱内面有圣洁的灵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，伫迄个受难周的头一项事要做啥？甲圣殿摒扫互清气，互遐会做买卖俗世、拍垃圾的鸡鸟，哪边迄鸡会放屎无？鸟会安尼出一个安尼，我车定定停喺树仔骹。啊，阮太太若坐车讲，啊，你个车哪样垃圾？啊，无法度啊，我无法度甲鸟仔讲你卖啦。所以你到圣殿，哇，臭臭。所以耶稣头一项代志讲，圣殿要称做基督的殿。
所以兄弟姊妹，共款同理，咱要杀一个。咱的身躯是圣神的殿，对无？啊，你要让咱身躯诚做啥？要诚做啥？对，诚做圣神大的殿。所以头一项代志，咱先摒扫好清气，过来摒扫好清气，开始祈祷，好，开始祈祷，啊，互圣神来帮助咱，咱甲圣神诚做好朋友，圣神诚做咱的好的老师，伊就引带咱行头前的道路，安尼有道理无？美国有一个节目。叫做名我袂记啊，但是伊有一群人用去人兜去甲摒扫。啊，有一个太太因为不良于行，啊，因兜一入面拢全好神，外口拢足清气的，门一拍开，伫外口拢足清气。毋过因兜内底拢好神，为虾米你知毋知？因为伊无法度去洗衫，衫穿了啊，就堆在遐，啊，无法度去洗碗，啊，一个人带伫。啊，碗水槽内底迄杯啊拢建一圆的，啊，规间久规间臭甲咧，无人敢拍开门。啊，即个太太伊就干脆啥你知道？甲因兜所有的门窗拢用布甲伊搭着，为虾米呢？惊厝边啊看着甲伊讲话啊。所以伊内面毋是外口垃圾尔，好心飞来飞去。因兜有餐厅，有客厅，啊有房间，无一个所在无有好心啦。呀飞爱住遐，逐工住遐。有一工有人去拜访因兜，看着了看袂做，就请一群人专门去清气人的厝内底。迄群人有2个小姐先去因兜一看，哇，袂使。伊就问主人讲：“我是毋是应甲一寡物件等掉？”伊讲会使。啊，问甲杯啊，10几个杯啊啦，一个人用10几个杯啊。伊讲：“啊，我是毋是应甲杯啊一寡物件等掉？”伊讲：“有啥物爱留的无？”伊讲：“有，干那一个杯啊内底刻一个美国总统的上高留着好，剩的拢用等掉。”伊嘛有伊爱的物件。但是伊爱的物件，伊嘛无甲伊洗好清气，但是内底拢全垢，臭。结果迄群人讲，迄个2个人讲，哇，阮2个人无法度拼，伊就请一群人，啊，请一台大卡车，甲所有的粪扫拢带掉。结果拼3工，一群人10几个人，佮一台大卡车。把这个厝清干净了，最后这个主人目屎连落来讲：哇！我10几年来头一届用个住着我遮舒适的房间呐！兄弟姊妹，耶稣为什么要清洁圣殿？因为圣殿真重要，用个翻转真侪人的生命。你内面嘛需要清洁，为什么？你若无清洁你一世人过痛苦的日子。有一届我去拄着一个姊妹，迄个姊妹对我真熟，伊常常会甲伊的代志讲我听，但是伊这几年来拢真无顺。啊，所以我拄着伊3、4届，伊甲我讲伊无顺的代志，啊嘛请教我讲伊要安怎无？我就甲伊我的建议讲我听。迄天你甲伊讲的进前，圣神就感动我，因为我。向阳出去出门无炸迄个膏油啦。我平常时拢会炸膏油伫我的身躯，刚无炸。圣神就讲你去买一罐膏油，我就买啊咧。买着放喺桌仔顶。迄个人你甲我讲话的时，我就甲伊讲，你这阵仔过日子真辛苦吼。伊讲对，伊讲牧师我毋知通甲你讲啊，毋通甲你讲呢。我讲。你若去一间足暗的房间足暗。你头一个动作会做啥？开电火啊！我讲对啊！你若甲你内底
唔敢讲的代志，讲互我吼听的是见光死。内面的黑暗吼，通过耶稣的宝血洗清去，通过耶稣四国外的带领，把迄个黑暗赶出去。安尼，你敢毋是逐工过好日子吗？这姊妹唔敢讲，唔敢讲，挡袂住。我无事，我还是甲你讲啦。伊甲将伊内面足未堪的物件讲互我听。我讲吼，其实你无甲我讲进前，上帝就知啊。圣神嘛感动我，爱准备油啦，甲你抹油，甲你赶出内面所有的垃圾。这个姊妹甲我讲伊的代志，讲煞的时，我甲伊讲，姊妹啊，其实吼，我还有一个感动要甲你讲。当你内面清掉了后，你开始无迄个歹习惯，开始无做的事。家己分别做成，你的工作就来啊，你的钱财就来啊，你的婚姻就来啊，你就开始道路行通，凡事顺利啊。所以耶稣也记一章，吼，甲咱讲，这个律法册无离开我的嘴，临眉思想，吼，谨守遵行，我就互你道路行通，凡事顺利。1章8节。以赛亚书，伊嘛甲咱讲，不是以赛亚书，申命记14章1到14节，28章1到14节讲啥？你若遵行我的道路命令典章，我就互你出来得到福气，你嘛得到福气，你所生出来嘛要得到福气。敌人对一条路来攻击，对7条路都走。我要互你仓库充满有剩，甚至无有位通用力。要互你做头无做尾，其上不其下。这姊妹吼，目睭光起来。兄弟姊妹，你内面需要扫的清气无？爱扫的清气无？需要。我拄仔坐遐，我一坐落我就开始祈祷。我将讲的道甲我昨准备的无共款，因为上帝的话就开始入来啊。所以我要甲咱大家讲一项事真重要，将你的身躯当作基督的殿，合无？将这间教会当作万国基督的教会，合无？所以当你入来时，你爱做一项代志，开始吼，我问你吼，如果耶稣徛在遮，我徛在遮，你要甲谁讲话？如果你若看会到耶稣，我相信啦，我嘛要甲耶稣讲话，我嘛甲曾敬馗讲话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咱拄仔是讲，咱若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一只聚会送伫咱中间，耶稣伫咱中间，圣神伫咱中间，所以圣神将通过我的工作来做伊的工作呢。我器皿尔呢，我内面无物件呢，这个牧师是空白的呢。但是啥物是实在的？耶稣啊！我这个下去有宝贝带伫我内面，显出上帝莫大的能力的。但是我的时间毋是坐遮祈祷来尔，半点钟久。No， 我透早3点我就起来祈祷啊！我3点我就起来祈祷啊！我若找用时间，我就起来祈祷。我当时啊我无用啊，袂记祈祷，我就心内想讲。上帝，你敢有甲我伫地？我足久无祈祷啊咧。结果上帝嘛，互我看见，伊永远甲我伫地。因为我人，我迄去啊，我啥物都不是的人，我会怀疑啊。上帝，你到底有甲我伫地无？因为我当时嘛会做歹呢，有当时嘛后边乱想，你知道？但是我只不过是有做人嘛，伫这个世间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怜悯甲疼，互我有法度伫这个世间活着啊。所以我只有一项代志。万物拢是对上帝来的，所以我一无所事诶。兄弟姊妹，我啥物拢无，毋是咧，我啥物拢无诶，所以我毋敢甲人里面头前讲，我足够，我啥物拢有，我拢毋敢讲，因为我所有诶是拢伫上帝诶手头。所以我逐工搁较谦卑里面头前，找找伊诶面甲伊诶能力，因为我什么都不是。所以
咱的圣殿洁净了后，咱只有每天邀请主啊，你住伫我内面，圣神你住伫我内面，主耶稣你住伫我内面，但是要互你的能力通过我显明出来，我只有搁较谦卑伫主你的面头前，互我看见上帝你的荣耀通过我的身躯发挥出来。当保罗先生一生拄着有艰苦无？经过尊难险啊死，互鞭拍40个减一个，对无？经过关，毋过保罗先生讲啥？讲这自战自亲的苦楚，若甲将来要显明伫我身躯顶的荣耀是无通比，对毋对？我搁较看重是啥？看重是迄个看袂到的，吼。我爱迄个看袂到，比看会到的搁较重要。所以保罗先生讲我听主耶稣，听上帝，听天父上帝，比恁正人搁较济。我祈祷比恁搁较济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迄个看袂到的世界真重要呢。圣经有一个所在写着讲，当垃圾鬼。乌鬼离了一个人的身上，伫迄个无水的所在行来行去，伊找无一个好所在，搁徛，伊搁转去伊原来所离开迄个人的身躯，搁带7个搁较恶的鬼住伫伊的内面。迄个人的情形比以前搁较无好，有无？为虾米？这个人身躯已经变扫清气啊，对毋对？但是伊无做一项代志，啥物代志？对，伊无互主来做伊的王，无互上圣神住伫伊内面，所以迄个鬼搁较恶的鬼，就住伫伊内面，伊一生乱七八糟。我有看过即款人，侪即款人，但是我目屎就连落来。主啊，怜悯，赶出遐个鬼，互圣神，互主耶稣，互天父上帝住伫伊的内面。咱就看见人的改变，就为迄个时开始。所以，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拄着真济迄个真黑淡灯的事的人，我陪伊经过侪日子，我看见当伊改变，毋是这个人改变，这个人好起来。伊的全家本来是啼哭的，变做安怎欢喜的，因为一个人破病。毋是这个人受苦，是全家受苦。所以咱要安怎改变？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讲啥？恁都爱上，恁甲耶稣基督同生是界顶的人，恁就爱甲耶稣同死，爱常常想天顶的代志，毋好想地面的事。因为安怎？恁甲耶稣基督同坐伫上帝基督的怀抱内面，佫安怎？佫有一天。当主耶稣显现的时，你要甲伊伫荣耀的内面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世间是短短啊，尔呢。我常常想到我高中的时阵，毋敢伫迄个高中的帽啊，我拢藏在书包里面。我现在64岁啊，要进入65岁啊，有紧无？真紧！趁着你有法度的日子，紧找找咱的主。咱的上帝，逐工甲伊互相结连，甲伊亲密。所以甲保罗先生同款，保罗先生遐尼济苦痛，遐尼济困难，甚至生命危险，伊危险，伊只有一项事，就是看重迄个看袂到的世界。所以以弗所书第1章17节讲安怎？愿迄个耶稣基督荣耀的父，荣耀的神啊！天顶的爸，将迄个世人智慧启示的灵来赏赐予咱。所以咱有法度认捌上帝，认捌主耶稣，是因为迄个圣神的。佮开阮心灵的目睭，互咱看见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。所以迄个心灵的目睭互拍开，你才知影迄个属灵的世界甲属地面的世界是无共的呢。迄个属灵的世界是比属世界属目睭的世界，迄个更较真实的，更较永远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拢会过去呢。但是迄个属
灵的世界是永远存在的。所以为什么迄个互贵妇生一个本来一个变7个，会搁较凄惨？为什么？因为灵的世界控制迄个属目睭的世界，所以只有互上帝来掌管，互你的生命，互上帝来充满的是，上帝要对你的生命行出来做奇妙的工作呢。所以咱是上帝，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工人。所以真重要的真理，甲咱讲啥？讲只有咱哥罗西书佮继续讲，只有咱伫耶稣基督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，咱爱脱离迄个旧的思想，脱离迄个旧的人，爱穿着新的衫。所以哥罗西书叫人讲，咱既然是迄个圣洁，得着听的圣道，咱就爱怎用听心彼此相待，用诗歌上主，上帝话彼此来教导来分享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你的身躯内面，你的心互清干净了，离开迄个咒诅，离开迄个嫉妒，离开迄个心的无好的物件，拢离开，赶出来。互咱内面充满着啥？充满着上帝话，充满着上帝的教示，充满着上帝所充满一切伫咱内面，咱就会照着运行伫咱心内的带领，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咱所想所求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将上帝的话刻掉伫你的心板内面，用上帝的话来思想。用上帝的生活方式，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，加做你的生活方式，互咱常常听候耶稣。我应该还有一段嘛吼，我后段要讲到等候神，互上帝来做代志，你毋好做代志啊啦！曾牧师无嘛？詹牧师讲啊，你来叫我的会友拢莫做代志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互上帝来做啦。因为我无法度做上帝国的代志，我无法度做属灵的代志，只有互上帝来做，互上帝做上帝啦，唔好互詹进奎来做上帝啦。真的不要这样子啦，无你就会看失败累去伫我的生命内面。但是我愿意谦卑伫上帝面头前，求主耶稣保护洗清我所有的罪。互圣神运行伫我的生命，你就会看见上帝国的降临。所以耶稣出来传福音，第一句话讲啥？上帝国近啦，恁就爱悔改。所以咱悔改就是离开家己，进入到上帝的宽容内面。所以上帝国不在乎廉价，乃在圣神的喜乐加圣神的宽容。上帝的全能啦，所以上帝国是有能力要进入到咱的生命内面的。所以我要搁讲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但是我要靠着迄个家庭我开来的凡事拢会做，甲咱的内面的圣殿摒扫互清气，甲咱后部教会的圣殿摒扫互清气，互咱来每一届来聚会的时，拢看见兄弟姊妹坐伫你位顶头一项就要找啥？不是找庄牧师，是找我们的耶稣。安尼好不？嘿，不是找哪一个长老，是找我们的耶稣。互圣神运行伫咱的中间，互圣神来做伊要做的代志。这才是教会，这才是有能力的教会，这才是有快乐的生命。所以你就会享受伫圣神内面的喜乐。咱做阵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感谢有你，你是够真够活的上帝。我感谢你，伫阮中间，你感动阮的心，你高举阮的灵，互阮的灵精英，互阮凡事形成，身躯健壮，亲像灵魂形成共款。你医治阮的病痛，赦免阮的罪恶，也用逐款的好物来祝阮的心愿。互阮一世人愿意跟对你的脚步来行，互阮效法耶稣基督的款式，行伫圣神带领的道路顶头。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